哦，要去庙遐。已经是外口那，入去庙里，那个那去入去庙。过来等，我可以开车。这台湾讲满5000岁，交代交代台湾讲。绕外圈再进来的，绕外圈再进来，要到庙里面。庙。暗暗翕无，暗暗翕袂清楚。啊，安尼路过尔啊，路过尔无要。可能伊这就过了。晚上拍不清楚。晚上拍不。保安宫这个庙道。保安宫还有5000岁呢。
水中哦。先进了，得先进来，先绕境再入庙了，境再入庙。头有去看而已，怎么会面向？那这夜景拍的不清楚，夜景没有办法拍得很清楚。郊外那边迎接，然后进入村庄绕境，最后才会到庙保安宫这边。先绕境，然后才会到庙入庙。他们去拜拜，要拜拜。拜好了。啊，这个我还打的，把这个当回。先拜拜，先拜拜，入庙要先拜拜，到庙里。他们会做饭。
今年小概发到台湾公还有1,000岁，还有1,000岁，史上唐宋文化大家，韩雅之中。先绕境，然后才会入庙。先绕境，然后才会入庙。今年开始公益绕境活动，其实我都没有坐大车，骑机车而已。环保原则。庙会多，花钱多，办罗天大教。开始公益2016年年底有办罗天大教，有2年，2018年，中华民国107年年底又要办罗天大教。2016年罗天大教成尊数量达破金氏世界纪录。绕境，然后才到入庙。土味好，啊，食饭时间免哪？爱去准备无？哦，煮伊才用心。感恩。安尼去办。就感恩啊。会知啊，就讲先来到座位先，毋是先来到座位啦。会知啊，先去5间厝啊。原来到座位毋是第一站啊。谢谢，感恩。会知就先去排队了，就无看到一
谢谢谢谢。那不清楚听了。我哋哎，今天真的是知道來知道啊，哦，我啦，哎，东寮，东寮啊，我喺知道去东潭啊，东寮离一北边远哩，去东寮远，哦，又去去东潭，啊，离陈朝村的歌，哦，我要整那附近啊，大田路要那附近啊，确实是，什么。乜嘢？我攞啦，我係對啊。太接近了，这个很清楚。拿着真的。見人睇波，我話你攰啊！見人睇波，係啊。直播袂清楚，因为咩直播袂清楚，看袂清楚。哦，谢，好啊，我看到啊，绕了一圈，好啊，我看到。头尾相接了，右边的是入关表，太子爷宫的神教吗？哎，好像是15,000岁的，好像头尾要相接了，可能要在这边等尾巴会过去了。然后要入庙了，现在在北边，小戴维保安宫，戴维保安宫够尾这样多。要入庙了，晚上拍的不清楚，晚上拍的效果不清楚。